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昌美澳洲物業呢個 YouTube channel。我係 Betty 啊。每年嘅5月份同埋6月份都好多節日慶祝喎。過2日就係母親節啦，而6月份第3個星期日就係父親節。各位父親節快樂，母親節快樂！而我哋昌美澳洲物業就快有大型慶祝嘅活動啦！我哋澳洲 Brisbane 嘅總公司今年25週年慶典，我哋嘅 Directors 已經買咗飛機票，就快嚟香港啦。5月24號星期六會喺香港島嘅金鐘統一中心，而星期日5月25號會移師嚟九龍佐敦嘅恒豐酒店。歡迎大家嚟參加我哋嘅慶祝活動，飲返杯，食件餅，而且我哋仲會分享俾大家聽而家最新澳洲布里斯本嘅地產市道同埋各樣經濟嘅發展。回想起昌美澳洲物業咧，係2015年開業嘅，眨下眼10年啦。同大家分享下我哋2015年開業嘅時候 party 嘅相片。哇，好多嘉賓同埋朋友嚟探我哋，大家開 party 好開心啊！10年嚟，我哋喺香港、九龍同埋澳門多次喺唔同嘅地方舉行布里斯本物業嘅展銷會。大家睇下，連發展商都飛過嚟支持我哋啊！而且10年嚟，我哋嘅布里斯本總公司多次頒獎俾昌美。大家睇下啲獎杯，我儲咗好多個啦，而且越嚟越大個添。我哋會定期喺澳洲布里斯本同唔同嘅發展商開會，佢哋個個都高大過 Betty 好多啊！每個樓盤呢，仲有好隆重嘅動土儀式。大家記唔記得 Betty 廚房食咗先講啊？ Betty 會定期去唔同嘅樓盤巡查，睇下佢哋嘅 display 單位同埋項目進展嘅進度。作為澳洲布里斯本嘅地產專家，香港嘅電視台多次邀請昌美澳洲物業 Betty 接受訪問。我介紹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優質樓盤，同埋講解過地產最新嘅資訊。大家如果想睇返影片嘅內容，可以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再次提提大家，5月24號同埋25號，我哋會分別喺香港島嘅金鐘同埋喺九龍嘅佐敦有布里斯本物業嘅展銷會。而且我哋布里斯本嘅總公司仲會飛過嚟香港，同大家一齊慶祝25週年嘅紀念活動。報名嘅方法，大家可以 scan 呢個 QR code， 或者喺影片描述裏邊有一條報名 link。同時，大家亦都可以 WhatsApp Betty 報名㗎。5月24、25號，到時見。Betty 會不斷分享澳洲物業同埋生活嘅資訊，歡迎大家點讚、訂閱，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 Betty 澳洲有趣分。